过来看到，伫咧2000年，有一位退休的警察叫做罗静，互人指控杀害一位富人人，落尾是互枪决啦。不过，家属甲民间团体是指出，罗静伫咧互枪决进前，拢有画冤枉，而且因咧办案的过程当中，冇出现真侪疑点，认为这是一件冤案，罗静毋是真正的凶手。今仔日检察院有发布调查报告，发现讲当时办案的检警认定的犯罪事实，确实受真侪错误。我们调阅了这个台南高分检他在执行的卷中发现他在执行的枪决之前有一些其实是或许我用惨不忍睹啦1997年，一个退休警察罗静，互人指控杀害一个姓詹的富人人。2000年，互人枪决。枪决进前，罗静爆发冤枉。每手伊的家属、民间团体也向检察院认情。经过检察院的调查，发现罗静按调查过程，检警认定的犯罪事实有明显错误。然后有特别找了制作笔录的第一份制作笔录的这个侦查组来，他们第一时间其实是排除卢正涉案的。那因为1个月的焦灼啦，他们又回去想破头，各式各样，所以他又是奉命，他讲说他是奉命把卢正找回去。检察院表示，因比对当初时的资料，邀请台法医所、昆堂系、心理系等等学者分析，发现当初时办案认定的死者死亡时间、地处死亡的凶器、加事实拢对不起来。死者的尸体没有尸僵也没有尸斑，死者身体除了发现蚂蚁之外，没有粒莹的软块，所以本案死者如果已经超过24小时遗体上没有这些蝇类的软块跟科学上是不符合的啦。检察院表示，因甲这个结果函请法务部检机提起非常上诉，也是在审。另外，因为宪法法庭当咧审理死刑敢有违反宪法的案件，检察院也甲这个案件的调查发现提供予宪法法庭参考。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